李錦榮喺前年確診4期肺腺癌，要服用一款針對非小細胞肺癌嘅第3代標靶藥。由於呢一個藥喺香港醫管局藥物名冊被列為自費藥物，病人要全額自費每個月大約港幣3萬幾蚊嘅藥費。為咗減輕負擔，佢轉移每個月1次去深圳買藥。嗱，36000同5000蚊又爭幾遠咯？除非即係申請綜援就可以幫到，如果唔係咧，其實都幾難，即係佢係執得好嚴啊！唔少嚟自香港嘅癌症患者以為北上買藥只係需要拎住香港醫生開嘅處方單就可以照單執藥，但其實呢個只係誤解。始終嚟講，我哋係一間政府醫院嚟嘅，一般嘅流程或者個規矩咧，就係先要睇醫生啦。咁當然嗰個醫生可能嘅斷症同埋個方案，例如同香港嘅醫生係一樣，但係亦都未必係保證到兩方面嘅思維啊，治療嘅方案係一樣嘅，所以我哋絕對就唔會話病人要求我開邊隻藥俾佢，我哋就會開。內地藥品種類繁複，由原廠藥即係最早研發或者第一個獲得專利保護並上市嘅藥。原研藥即係外國原廠喺內地設廠生產，或者將國外做好嘅藥運到去內地裝盒。至於仿製藥，即係原廠藥專利保護期滿之後，其他藥廠依照原廠藥複製而成。以及國產原研藥，即係內地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嘅藥。癌症資訊網呢一個非牟利組織，每個月都會安排義工，好似 PIFA 咁，陪李錦榮同其他癌症患者一齊北上覆診同買藥。佢哋唔識分各種唔同嘅藥，譬如佢哋心目中買嘅呢隻藥，咁但係內地可能譯名唔同噶嘛，咁其實就唔肯定究竟呢隻藥係原廠藥啊、仿製藥啊，定係真係所謂嘅假藥。義工強調，千祈唔好網購不明來歷嘅藥物，小心可能會買到假藥，或者有效成分唔夠，甚至因為運輸溫度控制不當而令藥物失效等，呢一啲都存在巨大風險。無線電視記者曾曉婷報導。